果你開始進行純營養餐，你的身體會進行以下的變化。首先，你的臉會開始變瘦，肚子開始變小，然後你的體脂肪跟內臟脂肪都會開始下降，你的皮膚會變得更好，眼睛會更明亮，看得更清楚。重點是你的睡眠品質會變好之外，你的注意力會更集中，你的血糖會更穩定，你不會有想要吃甜點跟零食的慾望。最難以置信的是，你的精神體力會非常好，一整天都充滿活力。最棒的是，這是一個純營養餐，會排除你身體的宿便，進行完整的腸道計劃。那麼什麼是純營養餐呢？就是讓你身體60兆的細胞純粹只吃細胞所需要的營養，然後沒有任何的摻雜。你知道細胞得到了細胞均衡營養，它不只是吃飽足，它會進行細胞的修復、再生跟活化，這就是純營養餐。那我們怎麼進行？我們鼓勵每一周都能夠體驗至少3天或6天，這是基本款的體驗。那對馬拉松學員來講呢，我們是不是一圈有10天？我們鼓勵你1、2、3、8、9、10都能體驗純營養計劃，你會感受到驚人的改變，讓人振奮。到底要怎麼進行呢？非常簡單，那請你準備好基本需要的營養系列基礎的產品有什麼呢？有我們的營養蛋白混合飲料，就是奶昔，有 PPP 優質蛋白粉，還有我們的蘆薈汁跟瓜拿納豆茶。那額外你可以添加的特調，可以加進去這個純營養餐的配方有什麼呢？葉寧馨、膠原蛋白、纖維粉，還有益生菌啊，那這些都可以幫助你啟動純營養餐的計劃。那到底怎麼開始呢？首先你必須做好記錄，一定要拍照。好，開始執行的時候呢，你要記錄你的時間是最好的。那你吃完之後會不會餓？好，然後觀察你身體的反應怎麼樣，隔天的感受如何，最好都能夠真實的記錄下來，然後一定要上磅秤，把你的體重、體脂肪跟內臟脂肪都要記錄下來，因為你會看到驚人的變化跟改變。那到底要怎麼使用哦？我們平均來講，一份的營養餐裡面有4匙的奶昔，1匙的 PPP。好，那這樣子的一份大概有28克的蛋白質，那你可以一天喝到4次。早餐、中餐、晚餐、睡前宵夜，如果餓了就多喝1杯。那你可以穿插上午點心跟下午點心，就是多一個蛋白質棒。OK， 可以當做你額外的蛋白質補充。那我們建議在純營養餐的時候，攝取的是瓜拿納豆茶，而鼓勵你早上跟晚上都能夠攝取至少30cc 的蘆薈汁，來啟動你一整天的純營養餐。我 Iris 咁咧，我今年56歲，而家幾多磅啊？減完之後73點幾好似係，最肥嗰時候過200磅。之前食法就好普通咁樣減咯，即係食一餐shake啊，咁啊跟住晏晝正常食嘢，夜晚正常食嘢，咁但係都 keep 到嘅。咁再加多一餐咧，就開始會落磅啲咁樣咯。不過今次就真係的起心肝，就因為唔想有糖尿病，咁跟住就開始咗呢一次咁激烈嘅減肥。其實都一段嘅，不過醫生就話唔使食藥，咁就叫我減肥，咁同埋就係戒口。始終我再落去嘅話，長此落去始終都要食藥噶啦。咁但係跟住你同我講話即係可以逆轉，咁我未即係的起心肝，動力係首先就真係糖尿咯，因為呢個真係一世嘅，即係覺得真係要減肥啦，真係要去做呢一樣嘢咯。咁我就今次咧就跟咗你哋教嗰個係3日當排毒咁樣啦，咁就係全日都係飲 shake 嘅。咁但係我咧以前咧就會覺得好肚餓嘅，咁但係今次咧唔會，因為你哋教我就係話一肚餓就飲 shake，咁我就好平均就係9點鐘到啦，8點零9點鐘飲 shake啦，跟住就係12點鐘到飲多一第2餐，咁跟住下午茶，以前我係冇飲下午茶呢樣嘢嘅。咁但係而家飲咗下午茶咧，個人會覺得飽啲啊，咁好滿足。咁跟住到夜晚食嘢咧，唔會話即係飲嗰杯 shake 唔會覺得係好空虛咁樣咯，即係唔想話成日都要攞嘢食，唔會咁樣嘅。第一日就有少少唔慣嘅，因為平時食開嘢啊嘛。咁跟住第2日咧就好啲啦。第2日因為即係其實可能當你的起心肝，你其實做每一樣嘢你都即係覺得
係會即係會堅持啊，會係啦。咁所以我連續咗3日，我覺得個人係輕鬆咗。咁同埋咧就去廁所好咗。之前就有時冇得去嘅，咁但係跟住呢3日排毒咧，整體我去廁所咧係暢順咗。咁就係多咗咯。就再加咗好即係沖水飲啦。咁就係將嗰個梅滋寶咁啊就搣開咗佢，當啲粉倒落啲水度，跟住加蘆薈，咁啊跟住益生菌，再加埋個纖維粉，咁啊再加埋個 NRG，咁啊跟住就一杯咁樣1公升咁樣飲咯，慢慢飲咯。咁啊跟住就飲朝頭早飲嘅，通常都係夜晚臨瞓前咁就飲夜靈參，再加嗰個蘆薈汁。其中一位教練我叫做 EM， 咁咧我之前咧就行咗3日嘅純營養嘅 program 啦，咁分享下我自己少少效果先。咁我就喺呢3日入面咧減咗1.3 kg， 咁即使咧之後再服食翻正常嘅嘢咧，個體重都冇話反彈好多，仲更加係繼續跌緊落去。咁而個肌肉量咧係 keep 到冇跌到落去嘅，所以個望落去個身形線條好睇咗啦。咁另外就係個皮膚狀態都改善咗好多啦，有光澤感咗嘅，係啦。咁另外就係幫我搣甩咗一啲我平時可能想食一啲邪惡嘢嘅癮啊，係啊，即係例如啲油炸食物啊、啲零食啊，同埋係即係例如咖啡我都飲少咗嘅，喺呢3日過後之後，咁所以嗰個嘅狀態係更加明顯地好咗啦。咁喺第一日嘅感覺咧係唔會覺得太肚餓，咁但係去到夜晚嘅時候咧，聞到嘢食嘅時候咧係有少少想食嘢嘅感覺嘅，咁但係都捱過咗啦。然後咧第2日咧就再冇咗呢個嘅感覺啦，就更加係唔覺得好肚餓。咁去到第3日嘅時候都冇呢一個嘅肚餓嘅感覺，係直情覺得咁樣嘅飲食落去其實都幾好，幾可以繼續 keep 到落去。同埋第3日嘅狀態咧係我感受到前所未有咁精神啊，係啊，之前嘅混沌嘅狀態咧係冇咗啦，係更加就個思緒好清晰，頭腦好清晰，望落去個視野都清晰咗嘅。同埋嗰幾日咧係我 keep 住有教班，有做運動，同埋有去睇演唱會，咁呢個體能都係應付得到咯。所以我諗住就嚟緊都可以定期，例如1個月啊，或者3至4個禮拜左右咧去做一次咁樣嘅純營養嘅 program，幫自己個身體 refresh 一下，同埋排毒。